伫这个中药粉内底共掺自洗不良的菌素，是一斤接一斤一直咧逼。这是互信入中药、长期咧食中药，在调理身体的民众真惊讲，到底是咧食解药，也是咧食这个毒药咧？嘛大大来伤害到中医的形象。所以中医师全联会甲消基会来合作，只要是消费者委托消基会要检验中药是毋是有含盐、含水银食，这个检验的费用，中医师全联会就帮你出一半。食中药调养身体，但是中药内底有禁药无？台中2支中医诊所中药重金属超标，大家拢会惊，卖问讲，我即摆咧食的这贴中药是解药还是毒药？消基会啊，佮有中医师工会全联会，要甲大家安心。有重金属，亲像是盐啊，佮有水银食的，只要是台湾合格的中医医药院所开的中药，中医师全联会会提供50%的检验费用的补助，全民做伙来监督。食中药才袂惊。我青早甲大声，我们的中药绝对是安全。目前合法的药材绝对都没有任何问题。有没有去做一个主动的查气？例如说到中药行、到中药材的一个贩卖的地方，然后去做查气，说，到底有没有来囤积有关的一些竞品？在主管机关的这个部分呢，是没有做到他应该尽的责任。除了扩大中药材边境的检验，中药师嘛强调会要求各县市政府的卫生局主动调查中药业者还是诊所，看卖因所开出来药有禁药无。